戰之後呢，呢個共和國就遷移到去台澎金馬，到今日為止都57年。咁喺大陸呢，有另外一個共和國，1949年到而家，亦都有59年嘅歷史。即係話中華民國就喺台灣就有59年，喺大陸呢就38年，總共就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喺大陸就59年。咁即係其實而家真係兩個中國，我話俾你聽，不過啲人唔肯承認咁解嘅啫。但係台灣呢個中華民國嘅香火可唔可以保得住呢？就真係要靠台灣嘅朝野大家凝聚呢個共識，因為而家個國家認同呢係出咗問題。喺台灣有差唔多40%嘅人係主張台獨嘅，係嘛？咁台獨之所以形成，就多謝中國共產黨嘅極權統治。冇中國共產黨嘅極權統治就唔會有台獨。台獨最後嘅幕後嘅即係最有力嘅支持者，其實就係中國共產黨。所以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放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我諗即係中國就有機會成為一個真真正正涵蓋台澎金馬同埋全中國大陸嘅一個貨真價實嘅共和國。共和國先係人民的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英文叫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人民共和國。共和國就有別於君主國，就當然係人民嘅啦。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國號呢，其實多咗人民兩個字，基本上就應該叫做中華民國。嗱，呢個好清楚嘅。不過當年改姓易號，就係因為毛澤東佢覺得我要改朝換代，就自然係改姓然後易號，即係話呢種就係將中國傳統個封建帝王思想由共產黨繼續延續落去。如果當年共產黨推翻咗國民黨嘅統治，革命成功喺佢嚟講，佢唔改國號嘅話，咁就即係政黨輪替啫，大佬。不過佢係用武力咁解啫嘛。今天嘅台灣個政黨輪替已經係靠人民嘅選票。國民黨喺台灣一黨獨大幾十年，可以到咗公元2000年，俾民進黨推翻。但係民進黨有冇武力推翻佢？冇。民進黨係靠選票推翻呢個國民黨嘅統治，即係人民決定唔俾國民黨繼續執政。但係8年之後，人民又決定唔俾民進黨執政喎，佢俾翻國民黨執政喎。呢個就係政黨輪替喺民主國家係常態嘅。最好國民黨呢，今次又俾人輪替多一次，係嘛？咁台灣呢，嗰個民主政治就好成熟。但喺中國大陸，大家睇到永遠都係一黨專政。永遠都係要共產黨千秋萬世。我哋琴日喺立法會呢個立法會主席嘅辯論會嘅時候，長毛問曾鈺成你係咪共產黨？